今仔是过年前落尾一日上班，天气下起热，部分所在甚至有30度的高温。再来是有9日的年假，气象署嘛指出讲，这几天是拢真热热，那春天的天气。也毋过离9月开始有锋面通过，阁有东北季风，所以北部阁有东部会阁湿阁冷哦。初三开始冷空气减弱，全台湾又阁是侪云好天的天气。 那天无云，过年进前上尾一个上班日，天气真好。气象署指出，这款好天会一路对拜五一直到小过年暝，各地温度渐渐回温。北部、中南部的高温伫26度至28度之间，真适合民众过年进前出来大摒扫。 年前其实温度相对都还是偏高。如果我们看到各个地方北中南东的温度曲线的话，大概都维持在高温22到高温28度之间。这样的温度会持续到5、6到小年夜这段时间。不过后礼拜一到29暝这段时间特别变天啊！气象署指出，伫29暝到正过初一这段时间，受东北季风加上锋面落南影响，桃园以北、东北部和中部山区拢会转做落雨的天气，而且温度会对29暝开始平均一天降2度，一天比一天更较低，整体低温伫16度左右。温度会跟小年夜略微下降个2到6度左右，感受会开始明显转凉。而看到在初一到初二这段时间，包含中南部地区温度也略微下降个2到4度左右。不过这段时间并没有很明显的冷气团影响我们，所以整体的低温部分都来到16度附近。另外，气象署也提醒，春节期间要注意大雾对交通的影响，影响的时间分2阶段，一个是拜五到礼拜的这段时间，另外就是后礼拜5到后礼拜日这段时间。气象署提醒要开车登去过年的民众，要注意交通的安全。记者陈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